民众一般看到红枣拢是拍大的较济，不过拄慢落来红枣食起来就亲像果子同款。苗栗公馆是全国唯一这红枣专业种植区域，面积达到80公顷。今年5月受到这落雨影响，产量减少4成。农会为着要帮助农民赶紧来推广这个红枣，拜三来到新德馆举办活动，希望让更较侪人熟悉到红枣的好处。原本结果就是像这样子的。像这样子啊，一颗一颗的，就是量。哇，那只剩2颗。对呀。原底应该是红枣大出的季节，却看不到农民欢喜收成。受到落雨影响，今年苗栗县红枣过去平均一年会当生产约240万台斤，今年产量大减4成。开花期的时候，4月24、25，在我们公馆地区有下了一阵大雨哦，所以我们今年整体来讲，大概减产4成左右。好吃吗？苗栗县农会拜三特别来到新德馆推广红枣，现场除了有上青的红枣以外，还用红枣做的加工食品。农会嘛，趁机会来教大家安怎分辨台湾甲中国红枣无同的所在。公馆的红枣，其实我们只有日晒，所以它的皱褶非常明显。然后好品质的红枣其实是橘红色。那我们大陆的部分，它其实很多的红枣它是有经过水煮，然后有加糖。那我们的是直接用这个鲜果晒成这个红枣干。对，有很多网页上它有一页式的广告哈，那大家可能要特别小心啦哈，就不要，因为有时候它会去标榜那个我们苗栗公馆的红枣，事实上它可能是大陆的红枣，那所以它从它的外观上就可以看到，从它的大小或者是它的颜色。苗栗县农业处指出，目前已经针对红枣农损的部分向中央提出申报，希望会当量早启动灾害补助，来降低农民的损失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